角度去考慮啦。咁而且事實上，即係如果你話用政黨提名本身咧都係小圈子，咁某程度上咧就要視乎嗰個政黨自己嘅本質，因為咧提呢一個主張嘅就係香港泛民嘅民主黨，同埋一啲咧即係有直選基礎嘅政黨咧，係希望咧即係用自己嘅黨組織啊，即係自己過往嘅政績啊，同埋係同民眾嘅聯繫呢幾方面咧嚟到即係間接促成咧即係有民眾嘅直接參與。咁呢個方法其實係相對迂迴，咁倒不如直接了當咧，就係俾公民提名咧，就嚟得好得多。咁就縱然即係有啲政黨挖空心思，係希望咧可以即係能夠即係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嚟到引入咧，即係市民大眾嘅直接參與。不過既然曲折咗，又話係小圈子嘅話，咁倒不如我哋就打開天窗，名正言順咁樣直接支持公民提名，即係等特別係作為一個現代嘅所謂國際金融中心，你嗰班嘅市民大眾咧，即係喺個直選嘅課題上邊咧折磨咗30年，而基本上咧，我哋相對教育水平又高，我哋嘅群眾上街集會上邊咧都表現出我哋個溫文有禮、進退有道，冇好似其他嘅歐洲大城市咁樣咧，即係咁多嘅借故鬧事啊、暴亂啊，一個質素咁好嘅咁嘅社會，佢都唔可以享有現代管治應該要有嘅嗰個俾市民大眾直接參與。因為留意喎，投票只不過係市民公民權裏邊個基本權利嘅1/3，佢有提名，佢有推薦。即係點解要將呢兩個重要嘅權利剝奪，然之後淨係叫佢哋做花樽地走去投票咧？咁無謂即係用呢一啲咁樣嘅以假亂真咧嚟到迷惑咧，即係見過世面嘅香港人。咁